在地人在地情来看，云林县政府为着要推广在地美食，特别来举办着云林100碗，食饱搁食卡网络票选的活动，包括餐厅、小食档等等各种的美食，拢会当报名来参赛。 为了推广云林的特色美食，县府特别举办云林100碗食饱搁食卡的网络票选活动，邀请不管是餐厅、点心档做店路的，拢会当来报名参加。任何店家，你只要认为说我的产品能够来说服我们云林县的各个县民，能够让他来推荐、来投下你的同意票的话，我们是没有限定一个店家有能够推出几碗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内容。800款的美食，真正是互人看到嘴软、插插丁。 这摆活动报名时间嘛会6月7日到30，为了鼓励少年仔会当倒来到云林做，欢迎18到45岁民众报名。县府嘛选出15间第10店家给因辅导，帮助民众顺利创业。期待各位乡亲多多来我们云林县，来这边吃好吃的东西。云林县举办这个活动，让真侪少年民众拢感觉真心惜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